事隔4年，DSE 地理科嘅實地考察題 Field Trip Based Question 又再次喺今年回歸啦。我諗各位地理科考生都俾呢條 FBQ 玩殘咗，內容好空泛之餘又唔知答啲咩，次次都勁低分，搞到個個人都話地理科又難讀又難拎分。所以呢條片我就要教大家3個步驟去 KO 呢一條實地考察題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大家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，記住要睇到最後，仲會有彩蛋添。首先第一步就係要溫熟 concept。雖然實地考察題係考核學生嘅應用同埋理解為主，但係基礎概念嘅背誦都係唔可以缺少嘅，要有概念嘅支持先可以理解到成條題目。而喺 FBQ 之中要溫嘅內容就包括有揀選考察地點同埋時間嘅準則、抽樣嘅方法、搜集數據嘅方法同埋步驟、整理數據嘅步驟同埋展示數據嘅形式，同埋各項方法之中嘅優點同埋缺點。咁呢啲實地考察嘅概念呢，喺坊間嘅地理科教科書同埋練習都會有噶啦。雖然佢哋溫習嘅內容冇一個單元咁多，但係都需要時間呢去處理嘅。但係即使你溫熟晒所有 FBQ 嘅概念，你喺實地考察題都係唔會拎到高分，所以就要去做我哋嘅第二步，整理同埋理解考察資料嘅內容。地理科嘅 FBQ 係好講求應用，一定要好理解到資料所展示嘅考察情況究竟係點，先可以準確回答到問題。所以我哋要逐步將資料呢嘅關鍵重點抽出嚟去整理嘅。我哋就以2024年 DSE 為例，我哋就要喺呢次嘅考察入邊揾出考察嘅主題、假設、地點、時間、日期、抽樣嘅方法、數據搜集嘅方法同埋步驟，同埋展示數據嘅方法等等。但係展示數據嘅方法呢，就未必次次嘅考察都會有呢一項資料嘅。而2024年呢一次考察嘅主題就係唔同高度建築物對風速影響嘅比較，所以成個考察就係環繞住風速同埋建築物高度嘅關係。而假設喺今次嘅考察就冇特別提及，不過有陣時假設亦都有機會喺題目中入邊去提及嘅。而考察時間呢，就係晏晝3點鐘，考察地點呢，就係某一處嘅市區，當中呢，配有一幅嘅地圖。如果喺實地考察題入邊呢，顯示有地圖呢一項資料嘅話呢，就要特別去留意啦，因為通常地圖入邊呢，都會有好多暗藏有關抽樣方法同埋數據搜集方法嘅特點，而一般地圖呢，都比較去難理解啦，同埋去閱讀，所以呢，就能夠分辨到呢邊啲學生係啲高水平嘅學生。喺呢幅地圖入邊呢，我哋可以見到唔同高度建築物嘅分佈同埋抽樣點嘅位置。我哋可以發現呢一次嘅考察嘅抽樣點呢，都係位處巴士站嘅附近，而且每一個點嘅距離呢，都係冇固定，係比較隨意嘅。所以我哋可以辨別到呢，抽樣點呢，就用咗方便抽樣呢一個方式嘅。而且我哋都可以發現呢，佢嘅抽樣點呢，唔係涵蓋晒所有建築物嘅高度，所以呢，就同佢嘅考察主題呢，就會有啲嘅偏差。所以我哋可以喺地圖資料入邊呢，都發現到好多考察嘅漏洞嘅。喺數據搜集方法同埋步驟入邊呢，我哋亦都可以見到考察係利用儀器搜集數據啦，亦都可以見到學生係分咗做5組，喺1個鐘頭入邊每隔15分鐘就利用風速計去搜集風速。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呢，喺搜集數據嘅間距方面呢，就係運用咗系統抽樣嘅方法嘅，而且亦都係5組呢同時搜集數據，所以呢就避免咗誤差嘅。咁最後呢，總共就搜集咗4次嘅數據嘅。咁喺最後展示數據方面呢，喺呢一次嘅考察就係運用咗棒形圖去展示數據嘅。咁但係明明我哋記得啱啱我哋收集咗4次嘅數據啦，但係喺棒形圖呢，只係顯示咗每個地方只有1項嘅數據，所以咁樣就能夠反映到呢，其實我哋係對呢啲數據呢係進行咗一啲處理嘅。我哋運用咗平均數呢去處理咗呢一項嘅數據。所以我哋仔細拆解咗啲資料之後呢，就能夠清楚理解到呢一次考察嘅情況。之後我哋就要將我哋所學嘅概念呢，同呢一次嘅考察呢去做一個扣連啦。所以第3步就係我哋作答時候嘅解釋一定要扣連資料，切忌空泛啊。普遍學生呢喺作答嘅時候就會答一啲好似有意思，但其實實質係好空泛嘅字眼。例如喺講優缺點嘅時候呢，就會講提升準確度啊、更可靠啊等等嘅字眼啦。或者我哋去搜集數據嘅步驟或者處理數據步驟嘅時候呢，就會講我哋要分類啊、整理啊、計算啊等等嘅字眼，好似答咗一啲相關嘅概念，但其實用詞係好空泛，亦都唔能夠準確回應到考察嘅情況。咁所以就變到係好容易失分啦。
咁另外咧，我哋都睇翻可以拎到分嘅一啲例子啦。例如你見到呢位同學咧，佢嘅作答咧就係好扣連到考察嘅情況，亦都係好具體嘅。例如佢會好清楚講明分類係分啲咩啦，分幾多組啦，或者計算係計算啲咩嘅內容啦。咁所以就令到佢嘅作答咧係好扣連到資料嘅考察情況，咁就令到佢可以拎分啦。咁我哋咧亦都用翻2024年 DSE 嘅其中一個例子啦。咁當時就問咗一條問題，抽樣方法咧嘅優缺點。咁如果咧我哋係好 general 去咁講，未能涵蓋所有組別咧，咁呢一個答案就係一個空泛拎唔到分嘅答案。咁如果我哋一個標準扣題嘅答案應該點答呢？就應該要答，例如佢係欠缺咗咧50至100米高度嘅建築物樣本，係講明佢係欠缺咗邊一樣組別，咁就可以係扣連翻資料拎到分啦。咁另外一條亦都問到咧，如何處理嗰啲數據去展示啦。咁如果咧亦都係好 general 咁樣答計算平均數啦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拎唔到分嘅空泛答案。咁應該要點答呢？就應該係要答計啲咩同埋點樣去計啦。例如我哋就應該正常答案呢，就應該係要計算每個抽樣點嘅平均風速。咁就係一個扣題拎到分嘅答案啦。所以如果大家都係跟我呢一個步驟咧去拆解呢個 FBQ 嘅題目呢，我相信對於你哋作答實地考察題嘅表現呢，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去到最後嘅彩蛋就係實地考察題呢，必定會出而且佔分非常重嘅評估題啦。咁好多同學呢，對於評估題嘅作答同埋評改準則呢，都係好模糊，以致呢經常會喺呢一部分失分。所以呢，我就簡單整理咗一個框架呢，去俾大家模仿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容易啲喺呢一 part 拎分嘅。咁評估題呢，一般嚟講都係佔6分，亦都要求同學呢係要有詳細嘅解釋同埋多個嘅論點嘅。所以我哋可以將一個論點呢簡單分為3部分。咁第一步呢，就係要指出，例如你係用咩方法去搜集數據嘅呢，或者搜集啲乜嘢嘅數據。第二部分呢，就係要俾一個詳細嘅例子去解釋嘅，例如你建議係做問卷，咁究竟做問卷嘅步驟係點呢？你嘅目標對象係邊個呢？佢問卷嘅形式又係點？諸如此類。第三呢，就係要扣連翻題目嘅要求啦，例如題目係問到如何提升有效性嘅，咁你就要咧去回應翻點樣可以達至個有效性啦，又或者咧如何咧回應到題目嘅主題嘅。咁希望呢一個框架咧可以幫到大家咧喺每個論點咧都可以拎到2至3分，咁就令到討論題咧唔至於完全失分啦。咁我今日咧對於實地考察題 Field Trip Based Question 嘅解讀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希望我嘅個人見解咧同埋刷題咧都真係可以幫到大家咧，對於實地考察題咧嘅作答係更加理解啦，同埋可以提升你哋嘅答題水平嘅。咁如果同學都覺得呢條片咧係有用嘅話咧，都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嘅野人教室就去到呢度。如果大家對自然環境有興趣，就可以撳影片下邊嘅訂閱掣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亦都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。如果大家對呢個話題亦都有想法，都歡迎你哋喺下邊留言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